子吼，用半日啦。木主阿婆，你可了无？紧呀，你写信就写唔抢看唔进啦。哦，田波系冇好，我一张还有，两张马桶啊，我臭不你吼，长地总卫生集体，你这摆摊来用个我两下去张好嘞，好。用半日啦。有天才啦，你叫人来做俺干啦！嘿，该种小子啦哈，我是阿妈妹阿婆啦。哦，木主阿婆明白。冇，身体上衣热带嘞，爱纳木水嘞。喂，你讲嘛个？我有点听唔到呢。喂。哈，我讲纳木水啊，有听到冇？我还从了片，他某嘛个清楚的，我讲一摆。喂。哈？哟，就袂很奇怪呢。嘿，该种小子啊，有吹冇啊？种小子哈？哟，奇怪，有时还要食甜吧？哟，哦，我爱开门落去好嘞啦。哎呦喂啊！阿妈妹，你已经饭都发跳了。你係嗌夢咧，用會犯法啊！用架山啦！用架山啦！阿媽咪阿婆用會用犯法咧，是，格格攏愛講格格啦。等一下哦，以下哦，你聽眾唔得緊張，因為啊，緊張就會做唔出事情。所以就唔得從阿媽咪阿婆按緊張是錯咧，好該倒帶阿媽咪阿婆緊張自愛，做咧嘛開事情煩都煩咯。其實佢喺老母嘅資本騙人嘅時候啊，其實做唔到當伊去叫查某嘅。哈，該係佢自家嘅某咪做唔得咯。韓國佢咪散張眼冇那到木水錢咧，韓國啱咪糖到凍到嘅福主係凍到嘅福主，記到錢啊唔轉落嘅世界幾時會哈，格格攤辦出去係冇，啱讓你講哦，啱困你係冇，讓你嘅東西跳出去，韓國噴水噴血。係到你冇？係可能好快而好嘅動槍，唔過啊，我老太姐嚟講啊，一天做唔得做安尼嘅事情，一天做唔得做。簡單來講咧，你就講木主佢有木嘅所有權。唔過咧，佢咪記得老木嘅資本騙人嘅時候啊，其實佢做老木嘅使用權導出一本騙人咧。所以有所有權和狗使用權冇強容冇可能哦，冇可能，最有可能會犯嚟係刑法的侵入住宅罪哦。還有啊，大家有講到，嘅木主就會講啊，吞水吞天啊，有嘅木主會老受冇半個，每半年一起。是只老唔起咧。係啊，其實按呢啲情形啊，最有可能會犯嚟刑法的強制罪。既然通情都係憲法按樣重哦，不過假使講拄到按樣應該情形，千萬唔做咧倒帶按樣加殺。其實啊，今年做了搞太改一隻封殺咯，有一隻封殺做係唔老租約用3年強嘅一個主要來公證。公證唔係該噔當上結婚，定期冇係公證結婚嘅時，即係會拄到啊，我冇談過票務嘅契約，就得你公證呢。其實啊，一般來講啊，不管是買賣的契約，或者租賃的契約，每種都可以拿去公證。其按呢公證對契約的雙方來說都是有保障，包含木主、老租戶租戶有補償。該木主冇是票務嘅人，記到違約嘛該保障，冇強落該保障。簡單來講，你要先講木主好啦。木主一般來講，其實較講拄到嘛個問題，就第一隻就係大家講嘅。租屋嘅人唔拿木水，係從條線強弱。第二就係租屋嘅人時間都已經冇辦走。安尼情形下，木主係一開始由老家租用來公證嘅話，佢就做對出只哪一隻契約公證過的契約，一法院
向法院去做强制执行，其实不是重新去打官司、发动多的时间、多长的时间去做案的事情，就较简单处理。该票无感应哦。一般人哋就以租屋的时候，除非拿给押租金，先留押租金拿本屋主。那时间多的，我每租的给押租金我退回来，那有的屋主动坏心，其实时间多的其实打电话见面唔假，请就请不到，其实故意冇推给钱。安尼时间呢，安尼就迄有留给到租约哪一公证的话，要做在出价请法院来协助处理。通起来动好呢，不过讲真，这件事情是直接去行政界机关去申请，系冇？鸦片就较无困用的啦，伊去查住去法院做公证，伊出价去法院做。不过一般人可能无嘛个好去法院啦，冇时间啊。那做在一请民间公证人的事务所，那。其他就做在老帮你做这个契约的公证啊嘞。不过，通起来保障安动用为按少年冇通过屋主会直接带俩客入去申请公证，用为按少呢？因为你对判人的公证还能有钱啦，使用者付费嘛。嘿，动真凶。一般屋主佢可能就唔想出亚人的钱，故所其就唔好以做案的公证的程序。那第一张问题就係。台湾当多的屋主去租屋的本骗人家租金的收入啊，其迄没报税，冇纳税。那今米其迄拿由于法院做公证的话，其后背就会本人抵到，一个租约就会拿到台面上来，你都要被课税。那其唔想安尼做，故做其要唔会拿去公证。然后系安样嘅，不过通起来，因为屋主某是票务感应通勤入公处啊，通起来系4000个日封，像系保险介用啊，所以咪推荐本台家就安样嘅功能是错咧。不过啊，那边还有老太家讲的是哦，给你事前的保障啊，除了公证之外，你签约的当下，你契约里面的东西写的什么也是很重要。其实点是确认双方嘅幸福。系啊，简单来讲呢，除了要确定讲屋主是真的屋主，伊真的出事情，你要请人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伊屋的所有权人其实唔免爱，是骗人。那对他来说，他的保障就比较不足。私入动到嘅问题会发生是错咧。韩国第二点，那是韩国时日就分享，其实大大小小而讲嘅东西，通常是系屋主而负责嘅。鸦片真的哦，大大小小不管迄水天纳石啊，多一般的家具，变相天丝案呢，其实可以有正常使用下有坏态、有故障的话，一般就会屋主会来负责来责。所以通讲啊，因为可能屋主时间冇按到，挨到一家市长，你咪就得到下张嘅嘅屋税钱，而纳钱嘅时间就得直接扣贴。系啊，今年迄有问题，请屋主来填数，结果屋主讲佢冇时间，屋主佢请到人咪故意咪人填数的吧，唔免做对去家己请某杯师傅来账。那账好的时候，你就留给司机留电做登记，然后留后背就。像讲的，就都下一张嘢咧，嘅屋税地都出只扣贴。那不过一边我提倡太去讲係，屋主迄个人拖叫做收据的话吼，你那交本屋主以前我去甲先翕相，我就样音留底存档案这样子。用袂按用因讲像伊就嘛个阴谋。因为啊，我就有看过案的，就嘅屋主较坏心啊，其实拿除非你老收据拿币之后，其实放在口袋里，然后会不会你张问讲，我有送到拿给钱都用的付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啊唔知啊，用会安排。不是说真的要提倡他这个呀收据啊，你还要搞本骗你的话，一定会显翕相，我做样音。就保障自己。当从然后个了第三点，是系当到嘅屋主某会票务建议，记得认为票当久咧5年10年咧，记得某唔想嘅当年重新去欠了去。欠该去肉嘅时间，记得是唔会做了件事情，唔同还系提醒大家，当然是重新来签过下安全。韩国其实因你冲条系数强卖嘅嗰种客肉，其实冇买嘅完整系冇。英国喺讲，一般人就以书店某做文具行卖嘅种契约啊，其实係较简单。那佢可能写的东西冇写在按详细，那对双方的保障就没有那么足够了。那鸦片啊，做
老太去搞推荐一下，就是在行政院的网站上可以免费的去下载，有一个定型化的租赁契约范本。那这个范本呢，其实写的太细使用就写的较详细，对于双方的保障就很足够。剩下甚至说，连还没有在清单讲，今米租屋的天视机都推，人气机都可以，就还没写清楚。很详细哦。系啊，其实因为写的懂清楚，故说对于双方的保障就比较足够了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还真的可以打租赁的契约法，还能用行政院的版本较好。人白啊，你东西摆太个世界是起家皮轻木主持错嘞，韩国啊，共政府创个重绕没推荐本抬高哦，所以你法律理专家单元是度两篇嘞，假使广东好，你个单元个法做得冲头去看复起来嘞，某是系去客家电视台个面书 YouTube 去请赞follow了，你法律理专讲来了。